哇，翠如 BB 啊，仲有 Fiona 喎。不過點解啲圖片都怪怪地咁嘅？但係得呢個人個樣係要 blur 咗佢咯。其實我唔係好理解佢發生緊咩事，做緊咩事。logo 似足日本 U 記、無印等等嚟自大陸嘅名創優品，之前就捲入貨物抄襲疑雲，號稱有1000幾間分店嘅名創係由一個叫三澤順也嘅日本人開創。不過就咁睇佢啲相，真係隨時嚇親啊！阿澤同翠如 BB 合照，做乜咁大整蠱啊？打晒格嘅喂！過到去尼泊爾開鋪，阿澤塊面同2支國旗都 blur 晒，到底咩玩法啊？再嚴重嘅都有啊，交翻俾專家講一講啊！睇個地下就呢度冇光源嘅，係咯，呢邊後面就有光源，再加上再放大就現晒形啦。係啦，佢自己穿晒崩，退地退得好差，變晒有佢嘅刺痕咁樣，好恐怖，好肉酸。最搞笑啦，最明顯啦，成個眼鏡冇咁忽，係咯，個頭崩咗，即係好大機會可能係成組人 key 落去嘅，都唔出奇啊！咁多張相，唯獨係呢張相叫做冇出事。上面嘅相一仔絕冇加工，唔信可以自己上網睇下。如果仲未 delete 相嘅話，雖然一仔唔知道佢嘅創品夠唔夠創意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佢哋嘅攝影師真係創意度滿分啊！